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邓老师。大家好，我是小晴。很高兴今天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又要和观众朋友介绍客家相关文化。小邓老师，刚才画面好像出现好多好吃的料理。今天我们的节目应该是要介绍客家美食，对吧？哈哈，小晴啊，真嘅越来越强哦。一款方面啊，就啲你根本嘢我嚟介紹客家美食文化嘅四碗四炒嘅鹹菜燜豬肚、排骨燜菜頭。在我们好客之家电视学院节目单元中呢，就有介绍过四闻四炒的四炒，分别有这个客家小炒、薑丝炒大肠，还有猪肺黄梨炒木耳和鸭红炒韭菜等四炒。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单元要介绍四闻四炒的四闻之咸菜闻猪肚、排骨闻菜头。小邓老师，这个闻是什么意思呢？頭擺啊，客家手權因為做了個賽前啊，老三期嘅生法其實冇容易哦，故所就以了個師傅嘅生法概念，研究出各種嘅醬料名菜，其中呢又以四聞四炒最有代表性，也充分展現出客家人今天食物。物盡其用，以有限嘅食材來變出眾多嘅菜式嘅飲食智慧。所謂聞啊，係指講用了個大鍋加水，也係講用皮湯。皮湯呢，就係指像殺豬肉啦、雞肉，也係鴨肉等等也都嘅水，客家人統稱按到皮湯。長時間用細火慢慢地煮，皮湯保持等木本嘅滾，所以長時間慢慢地煮就按到聞。慢慢的用小火燉煮，就是客語說聞。為了保留傳承客家文化嘅好美食，你增建黨感謝台南市政府民俗事務委員會委託你松子城有線電視台來製造按有意義嘅節目單元。是啊，我們沒辦法現場操作示範烹煮那只能透過呢在飲食文化故事的講述中，來傳遞每一道客家菜肴的由來與歷史的深層意義，希望讓客家美食能夠傳承。今本日啦，你好客之家電視學院介紹客家美食文嘅文化，就會先來講到頭擺傳統嘅客家風，做了嘅農務繁忙，再加上家畜人口眾多，故所接上我用了嘅大鍋來燜煮食材，本期持續保溫等。除了保留最自然嘅原汁原味，有時節啦係增加無限，就按道菜，也都用皮湯燜煮嘅菜，叫落飯碗湯未強用按好食按茶飯。這個茶飯呢，就是很下飯好，我們節目呢應好多觀眾朋友的要求，希望我們節目單元能夠呢多介紹關鍵的詞彙拼音，所以小鄧老師，我們是不是要趕快來就這個關鍵的詞彙多念一下，也讓觀眾朋友進一步來認識客語拼音？冇問題哦，厲害咗喲。鹹菜燜豬肚，鹹菜燜豬肚，排骨燜菜頭，排骨燜菜頭，殺豬肉，殺豬肉，雞肉，雞肉，鴨肉，鴨肉，皮湯，皮湯，茶飯，茶飯。哇！透過我們節目單元的介紹，相信觀眾朋友們對客家美食文化越來越熟悉。還有觀眾朋友有空的時候呢，不妨自己也嘗試煮看，打牙祭哦。係喲，講定你好客之家電視學院今本日就講到呢咯。
也哈爱兰你观众朋友讲，张来了哦，张来了，张来了。